TechCanto 第102集嚟啦。今日睇下 Uber 大裁人力資源部 Benchmark 首創200億增長基金 ，Amazon 推出可語音互動倉庫機械人，同埋 SAAS 升級輕便開放式耳機。新官上任3把火 ，Uber 嘅新主席已經開始動刀啦。上任3個星期，新總裁已經將人力資源部裁咗近1/4。呢波縮骨行動明顯係想幫公司省開支。科技業嘅裁員潮，看來仲未見底啊！傳奇創投機構 Benchmark 今次終於打破多年傳統，成立20幾年，佢哋基金一直守喺4億美元左右，而家首度推增長基金，規模直逼200億，手筆真係大。呢波資金到位，市場估計又會掀起新一輪投資熱潮。Amazon 嘅倉庫機械人而家終於識得聽人講嘢啦！全新 Proteus 機械人唔單止全自動，仲支援語音互動，工人直接傾偈下指令，倉庫效率肯定再上一層樓。科技真係讓枯燥嘅倉儲工作變得輕鬆好多。戴耳機怕塞耳 ，SAAS 推出2款全新升級版開放式耳機。繼5月推出之後，SAAS 再推2款新作。呢批耳機聲效大幅提升，重量更輕，運動聽歌絕對一流，輕便又舒服。愛運動嘅朋友肯定會中意呢個升級。以上就係今日嘅科技速遞，記住保持關注，我哋下一集見。